来看顶礼拜台北市的东湖，才发生高中生无驾照塞车弄死人的严重事故。今仔透早5点外，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骑奥多摆伫新北市的邦桥去弄到一台奥多摆，造成一个18岁查甫囡仔死亡，坐伫奥多摆后壁17岁的查某囡仔受伤。车祸原因该调查，不过警方发现讲，这个弄到人姓陈的查甫人，伊无奥多摆的驾照。今仔日透早有2台奥多摆伫路面相撞，其中一台奥多摆坐2个人，这2个人是当场全飞出去，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。其中一个人现场全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了后，还是救无回来。乘客黄女摔落受伤，而蔡男则撞击路边灯杆，无呼吸心跳。相关肇事责任调查厘清中。这个死亡的车祸发生在新北市邦桥。过往的这个18岁查甫，再17岁查某囡仔，日一透早5点外，沿宽汉路宝华外口的便道咧骑，甲另外一架共向奥多摆相撞。经过警方的检测，这个共弄到24岁姓陈的查甫人并无驾照骑车，不过警方发现是无照驾驶。法令的部分在只有罚锾的这一块的设计上面，确实是有需要再调整。严重的话，涉及危险驾驶，应该要有刑事的责任。国内的交通事故，有关无照驾驶的案件，每一年拢超过1万件，而且有愈来愈多趋势。相关基金会建议，都要增加教育训练等相关的机制。无照驾驶只要情形严重的，就算无造成伤亡，嘛应该增订刑事法则。是不是构成公共危险罪？重点还是在关注在他的驾驶上，是不是在人车很多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有没有越线驾驶、超速驾驶这种具体的行为，不会说一无照一发动引擎就构成公共危险罪。无驾照塞车骑车，敢会造成公共危险的？有律师分析，都要照驾驶人塞车的行为来看。不过目前无照驾驶方面，结果敢若是行政处分，嘛互外界烦恼讲，这恐惊会造成交通安全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